再厲害嘅痛風，用唔使錢嘅塗液泡腳痛風嘅人唔好錯過啦！如果想要痛風問題不求人，今日羅醫生教你用路邊桃樹嘅葉泡腳，呢個方法簡單又實用。中醫認為咧，痛風屬於痹症嘅範疇，當寒濕之邪侵入人體流滯關節嘅經絡，氣血閉阻不通，就容易導致痛風。如果長期感覺關節冷痛、關節不利，我哋可以用新鮮嘅桃樹葉30克、花椒10克、大蒜2粒，再加入適量嘅老陳醋，一齊煮水煮30分鐘之後，用嚟泡腳，1個月泡2次。但係如果急性發作、關節紅腫熱痛咧，就唔適合泡腳啦。我哋可以參考使用如意珍寶丸，佢能夠起到清熱啦、疏筋通絡、活血化瘀、醒腦開竅嘅作用，常用於治療濕熱痹阻型嘅痹症以及急性痛風性關節炎。咁樣內外結合去調理，你學識咗未啊？想養生，跟住羅醫生。